Hello，大家好，今日會帶大家遊歷香港中環。香港中環係亞洲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嘅城市核心，並且已經隱藏咗超過150年嘅歷史故事。今日呢，就帶大家探索呢一個歷史悠久嘅地方。而家片中嘅就係中環街市啦，係第4代嘅建築嚟嘅。中環街市係一座建於1939年嘅3級建築，屬現代包豪斯風格，並且已經於2021年重新啦。重新咗之後，亦有大量香港唔同嘅特色美食，例如芝麻卷、紅豆糕、樽裝可樂，都有唔同嘅精美手信。每一個都具備香港特色㗎，好似片中所顯示嘅冰箱貼、環保袋同埋鎖匙扣等等，亦有一啲印有香港地鐵站名同埋香港特色美食嘅磁石同埋皮革鎖匙扣。去到中環街市嘅2樓，跟住指示牌就可以去到中環嘅半山電梯。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呢係於1993年啟用嘅，全長約800米。去到中環電梯嘅尾端，就會見到唔少嘅特色建築物，亦會見到大館。喺片段中可以見到大館好受唔同地區嘅人歡迎，除咗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建築之外，大館亦會定期做一啲唔同嘅活動，好值得去參加㗎。大館始建於1841年香港開埠初期，係香港最早附有囚室嘅裁判法庭嘅建築物。而大館分為咗3大建築組群，有舊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埋域多利監獄。而家片中所顯示嘅就係前域多利監獄。喺2008年開始，大館進行咗活化計劃，最後於2018年正式以大館古蹟及藝術館之名開放，融合咗舊有建築與現代藝術空間。再由大館向下行，就會見到石板街啦。石板街有唔同香港嘅懷舊玩具同埋特色手信購買。石板街亦都係唔少香港電影嘅取景地方，例如《無間道》戲中嘅梁朝偉有一場戲係喺度取景㗎。經石板街沿路行落去就係藝術會啦。藝術會於1983年成立，展現咗新古典主義與愛德華時期嘅建築特色。外牆特徵為具強烈色彩對比嘅紅磚與白色灰泥批盪外牆，外層夾雜蠔殼灰以增加耐用性，並且以弧形嘅船頭造型及位於斜坡嘅特點，本住開放及創作自由嘅原則，致力為從事唔同藝術形式嘅本地及外來藝術家營造在香港和海外展示藝術嘅環境，並且積極為佢哋同香港文化之間建立溝通嘅渠道。呢段片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更了解香港中環嘅歷史同埋一啲特色嘅建築物。多謝大家收睇，拜拜。